小时候没可以在路上，你看有些可以。你看你那个嘛，他没有。他是男，那是男生。不知道。去哪？10块。你要不要带我去吗？你想去吗？我可以带你去啊。我真不知道巨城可以干嘛。我去巨城不超过10次，我没骗你。那不就我去巨城也不超过10次啊。屁耶！哦妈！刚才早上下了。干嘛演？真的话那这里有人看过吗？我看过预告片。上面你好看的而且不是要过墙。啊，快球可以打过墙吗？应该是要过墙。那你没过啊，怪我。你没有把握啊。他棒，太高。要棒了。多抽5。